收看赤脚步。一切拢总过去，我心搁来想你，爱你的心也已经袂记，已经无意。过去我真真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我言甲卡意。如你想，你心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我言甲卡意。如你想，你心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杨小安，你果然出，总算我老虎皮蛋。有时你的手段太残忍，害人受冤，但讲你网友误会吧？杨小安，老虎对恁小妹已经是好的说情，谁知影你竟然这么不敌死我！你讲老虎材料，这是老虎腐奸呢？你丧尽白苦，人已经死了，你还搁如此一个折磨一个鬼恶的人。哼，杨小安，只要你讲出血案的秘密，老虎自然会交付。你若是无情，连你就难毒死的。就算我若是知影，我嘛袂甲你讲。杨小安，到这个时阵，你还搁替抗伊的？来啊！老板，打酒。是。我咧做，毋知对啊毋对啦。这个秀官哦，这干一个荣华富贵甲放弃，结果嘛是名丧方全。唉，安尼做，恐惊我安那共款哦，连这条命都休去哦。安尼，你即摆伫咧刻，即块是啥货？这个太师叫我按模仿一块酸碗，另外搁刻一块啦。江风台来又台去，若毋是我活着你死，这种办事若无走脚力，你哪才会捡人来食米？师傅啊，较紧的啦，天上一个办落咧，你看，迄个少年仔哦，哎呦，都古井有人来去人抓，啊若像少年叫死伊都冇，较紧的，你来救一个啦。好啦，你紧叫我，你搁较细细点，我嘛有在想办法。啊，是这个大家拢扛去，但是啊，紧的，好嘛我，有一部啥都特色，先生先生，我对后壁去，对你走个帮我，走，去。
这样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竟敢私传太师府！别去！当年失落太子到底是什么人？如果那是梁少安者，为何说我会在廖碧云的身上？而且又阁有人敢冒着性命危险来救伊？但讲，伊才是太子。阮到底是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要将阮关起来？你将阮放出去啊？会用的，只要你讲出伊的身份，也阁有是安怎说我会在伊的身上，老夫自然会放你出去。我毋是应甲你讲过啊？迄块锁是迄个客家部的，咱若伊，我是一个故意，我自细汉去互真家请养大汉的，我家己嘛毋知影我家己的身份啊，赶紧放阮出去啦！恁无定定毋知影恁家己的处境，老夫将恁关伫这个所在，主要的目的是要保护你。方才迄个黄云应该是要来杀你的。要杀我？老夫怀疑你是当年失踪的太子。我无毋对，只要你肯听老夫的话，老夫自然会甲你送入去宫中的，日后接掌皇位。来啦，你千万别个去的啦！你为什么一直要甲我救回来？少爷，我知你丧妹心悲痛，太师的心肝似火龙，请君入红卡计用，你自投罗网不应当。明知是陷阱，我照行，免管伊刀山也火鼎，就算会牺牲我一条命，嘛要掠伊入迄个地府城。我实在真想袂晓咧，迄尤太师甲恁梁家到底是啥物去害亲仇？是安怎都爱互恁安尼无死袂用的安尼？伊是官，阮是民，搁再讲，官是两个口，伊讲安怎就是安怎，哪有什么道理？小安，你千万唔通意气用事，你放心，那我赤脚步绝对甲你帮忙到透底。我这个小叮当叫伊去做代志，是做到倒遐去，咱无看伊甲半个人影呢。哎呀，讲人教，代志完成啊吼！完成啊！吼，你受够无良心的呢！见逐间软啊，你家己推；若这变生变死的，这个名仔你就放来互我推。袂歹啊，我感觉你做了真好势啊！无是讲无安怎？有啥物严重？偌好势，吼，你着叫我去放火，尾骹手都穿得袂好势咧，无代无志互一棍烟。哦，昨一个哦，我迄马死呢！刚才讲哦，我功夫太好咧，眼睛手快，一个走出来的时阵，哪会知影？佫捡一个后面的哦，叫惊死啦！我一个后面的，是毋是顶回救咱的性命迄个人？我哪会知？我著家己惊啊破胆，毋过哪佫有清楚讲是倒底这个还是迄个？你若安尼，迄个后面的人，伊往入去太师府，毋知要查封什么？看起来，伊是咱的朋友，毋是敌人。我看到迄个后面人，我想到一个人。要若安尼讲，迄个后面的你是捌哩？好啦，我是凊彩讲，这无重要啦。上要紧是爱将秀官的尸体紧来抢掉，较要紧啦。外面有人。收到啊，等我一下。是啥？什么人？是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位女劫师，在下想讲有一寡私人的问题要甲你请教，想要请你离开这间庙来开讲，唔知用的。我哪会听你这个声音，哪会足熟悉？你是真纯情的？哎呦，
想袂到吼，你即摆佫足孝顺我的，参我的灵仔命拢还会记哩，佫对我真纯情的，就弟啊！好，莫佫叫啊啦！你叫我，跟我讲会笑。好，你莫等要等弟弟休，较早就叫因两个入来吼，我才面底皮拢无去。行啊！有妈妈的味道，你去。笑到无？人呢？咱已经去钓着人的钓好二三家啊啦！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都回去，我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啊你安尼哭哭地，安尼你敢缀袂先啊？啊无你是缀啥物意思？咱嘛讲一个听看卖，你敢好？好，我讲互你听。阮小妹即摆是将你当作是抬死阮阿娘的凶手哦。你的性命真危险哦，伊一直要报仇哦，所以我为着保护你的安全，毋才会缀你。谢谢。我来搁借问你一下，好是安怎你老母死的时阵，身躯边有我的画像，害你小妹甲廖白云甲我当作完成了，哭哭要甲我抬？无咱来讲来听看卖，啥物意思哈？因为自从你逃婚了后吼，我一日拢要思念你啊！我逐工吼，若困袂去的时，拢摕你张画像吼，起来看看，才去困。毋则来讲吼，阮阿娘死伫我的厨房当中的时吼，边仔吼，毋只有你张画像。你嘛拗了足硬呢吼！我会杀人也袂杀人，你应该足清楚。你谁啊免替我辩解？有啊，我要替你辩解啊！但是哦，阮小妹甲迄个白云蛇走离开阮家啊，我伫半路嘛有拄着啊，我拄着我要甲解释啊，要带伊转去啊，但是因就毋甲我转去啊。安尼好，逐项代志咱拢莫背回，咱即摆已经相拄着真好的机会，行，咱相带，来去讲互你小妹听，行。来不及咯，是安怎？阮小妹甲白云拢叫太师傅的人掠去啊。叫太师傅了去，啊你谁人毋去救伊啊？这要怪就要怪你啊啦，咱坦白讲我啦。我要去救阮小妹甲白云的时阵哦，你都无代无志来拍迄个小叮当的去共火烧太师傅的厨房哦，害我吼，伫要走的进前哦，好听到有人喊小厝啦。我迄个时阵啊吼，小叮当也走，我对后壁也撞啦，规间太师傅内底秘书敢若正月15日赢歌顶呢。代志是安尼哦。嘿啊。哎呦，歹势啦，失礼啦，我要开知影讲代志去舞到安尼，害你变成安尼破坏到你的计划。好啦好啦，但即摆我也袂怪你啊啦。即摆上主要吼，就是讲你一定要甲我合作。我甲你合作？无啊，你即摆是咧想啥啊？你莫甲人无情缘，独做独手为哪般？本是欢喜做寿诞，谁知竟然负九泉。此事受着强尾好，当初无情做你走，互我哪想哪克熬，为何你乃会伫阮兜？我是好心来警告，反而惹出大风波。好人实在真歹做，多管闲事足家暴。你讲这话无天良，当年迎娶拜花堂，你先多分心太凶，害阮孤单得悲伤。你真理论呢？这个时阵你我都跳过迄个时阵，遐个话还佫伫咧溜了袂先。我甲你讲，千万句我当作一句话甲你讲个清楚，你听互明白。我甲阮师傅已经就抓，所以讲无论怎样，我就是袂当加你啦。来这套啦，声声句句讲阮师傅毋师傅，恁师傅咧偌敖啦，规气也要来拜我的脚头做师傅。哎，你毋通安尼讲咧，人我师傅是天下奇人咧，伊功夫有够好，但是伊迄个地理，而且佫会晓奇门遁甲。而且阮师傅将伊全部的功夫传授予我，伊就来去云游四海。伊要离开的时阵，有再三甲我叮咛，叫我着爱去医社救人。但是若要做缘分派人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袂用的嫁翁。我只好是为咱的细约啊。毋过咱两个是自细汉就佚佗大汉的青梅竹马，而且吼，恁爸母伫要过身的时，我嘛有答应伊，我讲这世人绝对要照顾你，佫要带你来做某。你即摆过来咒我讲你袂用嫁翁，安尼放我孤单一个，我是要安怎？我嘛知影你是对我真好，是我违背你，毋是你反背我。所以讲，我希望你甲我放我袂记，像咧放水流安尼甲我放袂记，安尼咱两个毋较袂靠透底。我无法度，你都知影我的命做真纯情，我以后就是足纯情的，安尼是要叫我安怎啦？要安怎？要安怎嘛无法度啊！无，你嘛互我将你当作是我的亲的小妹，我通啊吼暗中来保护你，暗中来照顾你。我
原来恁就是旧朋友啊！因什么才旧朋友呢？你家己看，因这就是大头的咧，迄是老爱人。小叮当的啊，你莫话啥咧黑白讲吼。小安，你千万唔通误会纯情的喂，真公主。哟，伊吼有足侪代志，所以你甲斗3工啦。真前辈，你有救过我的性命，有啥物代志你做你讲，我爱报答你啊！代志是无讲真严重啦，只不过是阮小妹甲白云吼去互太师府的人掠去啦，我需要恁大家甲斗3工啦。哈，又搁是太师府。啊，这款代志实在真怪奇，哪亲像戏台仔顶缀搬戏，啊你来掠我，我掠你，啊是要掠甲伫当时。上座救人本应当，太师的罪行天不容，只是府内戒备重，如何下手费思量？此事我也有打算，用计拍破掉机关，只有这项上好办，条件交换并不难。恁甲我看卖呢？答。这个算我的啊！像诶，哈！你甲我偷摕这块刷碗吼，我还袂甲你算数，你咱再来算。来，小安，这就是你的总管哦，木成叫我将这块碗交互你。这块刷碗，是因为阮阿爹从来拢毋捌拄我提起，我嘛真怀疑，伊这内面有藏什么秘密的。孙晴，喂，真公主，小下在。你敢毋是讲过，讲这个刷碗是去互恁小妹甲白云摕去，啊是安怎这块碗怎么变伫你的身呢？你讲我清楚哦。那这样代志我无讲，恁无了解，我讲了恁便会当来了解。白云甲着我的小妹叫太师府的人掠去，甲这块刷碗绝对有相当的关系伫的。哦，太师府内底的乱七八糟，这嘛是甲这块刷碗有关系伫的。所以我才会走去太师府内底，将这块碗甲捡出来。啊！即摆这块碗既然甲伫咱的手中，太师府绝对唔敢对白云甲阮小妹因正款。是安尼哦，真前辈，你有啥物妙计？我你讲，恁三个耳仔拢甲乌来，叫我来，看好啊，安尼。太师饶命！太师饶命！遐后面人什么时阵走来秘密，我根本都唔知影。伊对后面甲倒落去，我就死死昏昏去啊！佮所有代志我完全拢唔知影啦。请问，老夫真无简单，才得到的刷碗，竟然在你手中被脱，你哪会这么无路用？来人啊！太师饶命！太师饶命！太师饶命！照你一命会用的，但是老夫喊你伫10天内将刷碗给我找回来。是。你若是找无倒回来，老夫就定斩不了。多谢太师，小明哥的，小明哥的，多谢太师，多谢太师。启禀太师，外口人送上批，讲要太师。停上来。是。看，竟然甲老夫谈条件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，紧倒倒，我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别会，你是咧想啥？无啊，我哪有咧想啥？我知影。你是毋是咧想杨太师对你讲遐个话？伊讲你有可能是当年失踪的太子，因为伫你身上发现到迄块刷碗。但是你我拢真明白，迄块刷碗是迄个去食甫的啊。地主，你详细想看卖，这是毋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？真好的机会！天啊，你想要将错就错，想你讲你就是失踪的太子对无？这是毋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？我若是做皇帝，以后你就是。你莫太迷茫啊啦！这种代志若以后若互识破，是气困的死罪，你知无？我想太尔远啦，只要我若想讲我是太子，安尼太师真紧就放咱出去啊！别会，坦白甲你讲，像你这种做法，我是袂同意的。地主啊，敢讲你想要永远关在遮？
想袂到恁两个叫飞去这个所在，还阁有迄个心情谈情说爱啊！我甲你讲，你紧将我放出去哦！要若无，我是绝对袂放你干休。你唔放老夫干休，你又能如何啊？姚美芬，老夫进前甲你讲遐个话，你可有了如何？太叔，你既然讲我有可能是当年失踪的太子，你是哪要甲我关喺遮呢？因为你也未答应甲老夫合作，坦白对你讲，如果无老夫帮助你，就算讲你是当今的太子，也无济意思。要话讲倒转来，如果你就是肯听老夫的话，就算讲你不是当今的太子，老夫也有法度当扶你坐上龙椅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孝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路上天气